后来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国内将近4000间的旅行社做无业绩，惨歪歪哦。上惨的珊瑚旅行社，讲5月份才来收38万。啊，台湾上大间的旅行社龙头雄狮，这个收入嘛大来减少。因为7月政府要来启动国内旅游的补助，旅行社把握机会推出有特色的行程，要来救业绩。啊，一寡较有底的这个大间的旅行社，是透过品牌转型，要另外来找出路。疫情的关系，机场空空，旅行社营收嘛空空。台湾较大型的旅行社，拢是以国际旅游为主。5月营收凄惨。龙头雄狮的营收年增加率负97.7%，凤凰虎96.3%，五福虎99.2%，山虎上惨负99.9%，营收敢若有38万6千，即马拢咧想康有业绩。我们从岛内的1天到9天的台湾的环岛的主题旅游，包括这个深度旅游跟高端旅游，那这个已经完成了准备好的行程。山虎4月份的时阵，甲原本负责国外业务的员工6成人力转登来国内。虽然讲交通部有安心旅游，但是嘛是爱自救。亲像讲雄狮3月份时阵就宣布讲，全部的董事长2019年薪水拢无要领，主管的薪水上济减5成，带薪转做国内旅游。4月转型，对旅游变成是生活产业集团，希望好业绩较好看咧。那我们预估在6月份开始会呈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哦，6月份的营收就会破亿。另外，喜鸿旅行社主管嘛是减少薪水2成，准备6个月资金。等政府纾困进前，大型的旅行社先准备好，其他业者就行经济的在地路线，希望讲会当度过疫情的冲击。